新聞頭起先來看這外交部駐瑞士立內瓦辦事處的處長李冠德，伊才打上任1年半，就逼出工課場霸凌、亂用公款，甚至是食酒塞車的歹代。有同事看袂落去，提出申訴，這內容是有8外頁。外交部表示講，是已經受理這檢舉的部分，會依法來處理。因為 WHA 佇咧瑞士立內瓦舉行的時陣，外交部長林佳龍第一面帶團去場邊訪問，駐立內瓦辦事處長李冠德全領陪。We all came here because came here to show our commitment for our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ublic health domain. 迄當陣，李冠德甲規場的來賓介紹咱代表團，怎麼伊互人逼講，2005年 WHA 時陣，為着要請起士都的3位調解立委王正旭、王耀敏甲劉思彬，堅持佇咧因坐飛機轉來台灣進前安排米其林大餐，互因趕袂到飛機，佫加開上百萬的國家錢訂票。隨後，李冠德抑個指示同仁甲外交部講白賊，講是塞車才趕袂到飛機。所以我不知道，因為我們就是一般的聚餐、簡餐的，就是要離開當地了嘛，哈，所以就大家有一個。王正旭講一般自餐，王耀敏是講相關行程攏是外交部安排。不過李冠德伊的爭議唔哪一件，最近有駐處同仁提出134項申訴內容，203件代志，指控其涉及職場霸凌、濫用公家錢，甚至會牽手隨便佇咧辦事處編資料。另外，李冠德也把飲酒塞車、幾多遍塞車超速，達到刑事追訴的條件，話8個月攏無回復，和瑞士警方兩邊來關心，有損咱外交形象。我們要求這件事情，外交部的調查程序要立刻開始，並且明確給出調查的時間表，不要意圖船過水無痕，久了以為大家健忘。既然資料出來了哈，那我們現在就是看看這個外交部怎麼來處理這件事情。外交部證實已經受理檢舉的內容，對職場霸凌的部分，已經做專案調查小組正式啟動調查程序，其他事項也由相關單位查證依法辦理。記者綜合報道。